Hello，我係 Wilson，歡迎大家繼續陪我單車環島台灣。今日由雲林縣出發，踩109公里到達台南市。一出發就被煙燻，好似爛火盆咁樣大步南過。今日大部分時間都回歸環島1號路線，成條路線都非常清晰同埋平坦，所以踩得非常舒服。再加上狀態越嚟越好，所以今日好快完成路程，到達台南市。講返上次關於點解要選擇攞苦離身嘅旅行，其實我心目中有一個答案，就係每當我苦行痛苦完，肌肉嘅酸痛，每一次嘅呼吸都感覺係活着嘅證明。我唔希望過住日復日行屍走肉、了無意義嘅生活。特別我哋永遠唔知道明天和意外邊一個會嚟先。平時我比較少咁感觸，可能呢排收到嘅消息令到我有感而發。沉重嘅話題分享完，講返個旅程先。今日想特別記錄一下同人嘅交流，同前幾日急住趕路嘅狀態唔同。今日我可以放慢步伐，着重同路上遇到嘅人溝通。有借廁所而得到餐廳老闆娘嘅鼓勵，有買紅桑冰茶一路包檳榔一路同我傾偈嘅意義，有加速追趕我提醒我前面修路嘅摩托車大哥，有嚟咗台灣11年賣絲襪奶茶嘅利迷香港老闆。呢個世界總會有唔同嘅人同你有類近嘅旅程，可能遇到嘅風景同埋景色會一樣，不過遇到嘅人同埋相處交流永遠係冇辦法複製。呢個就係每個旅程嘅獨特之處。最後分享一下台南市嘅交通亂中有序，同埋夜晚喺藝術館門口欣賞有精彩嘅極光表演。